家长慈悲，前道鞠躬，坤道鞠躬，父亲人好。好，请坐下。各位教授，各位领众，各位代表、主席，各位同修代表，大家好，希望上天天的时间，天的教授，你们这处这些。 来到这个圣诞，有就是个好运气。大家感到这强修、强办、强行动，这两个讲起是一个非常舒适一些经验。当然，修道学道，就是一个团体；修道学道，就是一个团结。 修道学道，就是一体同观，离金刚经28分入去，一体同观。什么叫做一体？什么叫做同观？一体就是讲道的思想叫做一体，同观就是咱大家向着这个一体。 这个平均性这一体的目标去走，安尼叫做一体同观。观就是大家咧互相欣赏，这叫做赞许，这叫做境界。因为道的人，道的物件是一个标准线了，标准线了。但是看是咱人修学道的看法无相像，咱过去。 我成就讲，咱过去讲师常讲，有三个咧看戏病，咧看，一个咧讲，恁今日去戏病，太800万；另外一个，恁今日去戏，恁今日做这边戏，他安尼想啊，跟上无够。 毋过一个另外一个看讲，你今日你这个戏，迄个音响无介大声，较较细声，较有办法大声。但是咱会记一句话：一边戏病、光线、音响，这是非常重要。这一定要有集中，要有够。这就是讲道，这是不变的完全叫做道。 但是戏边看歪去的人，就是迄个人啊，迄个人本来歪头啊，较看戏边嘛歪一边，敢是安尼？较看戏边嘛歪一边，毋过看袂介清楚，即个人目睭就无介好个。上来我咧手术病来讲，咱请来讲，咱手术个人吼，目睭无介好，较看伊嘛看暗摸，毋过一个另外一个。 是因音响有遮无好，是因为伊的耳孔咧听有障碍，毋是咱的音响有问题，敢是安尼？所以你咧修道，咱是要针对着迄个方向去行，针对方向去行，安尼叫做一体，安尼叫做同观。今日咱大家行过30年，行过40年，行过50年。 行过60年，咱拢无变，咱拢无变。咱的目标是道，咱的目标是改善，咱的目标是实现。我们不是寻找统一，咱是寻啊，我们寻找同音啊，寻找同音来咧修啊，唔是安尼。修行众生拢甲你一体。 今众生甲你想的好势，咱爱家己参考，咱爱家己反过，毋是我来求别人甲我相像，啊，迄个人叫害死，迄个人叫你害死。修学道，咱每一年有一个会道员，叫做李强的会道员。
咱有一年，咱有一世人来大参会班，叫做大参会班。咁是安尼，咱每一日早暗，拢有一个叫做啦，你着作诗，妙法无边，何必众生，参会佛前，改过自新，同自天我。凡是佛堂，颠倒错乱，忘其祖师，下罪共犯，有无？咱讲这是在讲笑，其实悔过甲忏悔，毋是歹代志。悔过甲忏悔毋是歹代志，因为悔过甲忏悔就是洗净咱内心的清净。我今日我的心不强糟。我的心甲人袂好势，可能是我的问题。迄边坏去，我爱调整，是我的看法无相像，影响伤细声，也是我的耳孔出什么问题，像像话迄个讲，咱家己拢无听过，我到三我形象上出问题。迄边平暗时啊，看戏。咱今日这边光线无够，谁人看法人看无够。咱今日叫做清相教育，清相就是要回归咱这个自身的清净无了，安尼叫做清相。清就是无了，因为咱今日这个自相，本来就参像一杯白水，一杯白水，这杯白水就是咱讲叫做道。叫咱的祖先，我想咧一个讲在出话，这杯白水，这杯白水，咱看好，这杯白水就是咱祖先，咱本性叫做无量，敢是安尼？你泡咖啡就有量无？你泡汽水就有量无？你泡茶就有量无？已经有了，但是水伊的本质是无了的哦，是外口来影响的哦。敢是安尼？外口，你若把外口迄10节摕清气，你即杯水是毋是要恢复伊本来的无？咱每个人来到这个世间600万年，什么人无了？什么人无了？你讲好，大家有了，但是有了，咱来接对咱的了。去甲摕清气，毋是我这个念，做要来夹迄个念，我这个咖啡要来夹迄个汽水，我咖啡